我干，等老了一几段。厝水到底是有要搭无啦？你袂得倒办，妙了。资料一模一样吼，太用料，咱这个致敬。你看，安家，你看，你这样。你笑我呢？那我跟你玩聊。我知啦，因为哈，你知道我在等你吗？如果你真的在乎我，那是以前读册的时阵上快乐。若是会当回去迄个时阵，唔知影偌好。若是当等去以前，我就会较拼一丝啊。是你有我考试对哦，希望你吼，互爸主一个支持啦。必有贵人相辅助，参考者。啊，这段互你写，顺便互你编一下。我看你根本是咧卖 A 货的。乡出脱出记太平，应该脱了啦吼。总统啊，你要搞保庇呢。1989股票冲起到1万点，这是兵变的好时机。你想，报警！你小等一下啦，什么事啊？孔明啊，我建中早熟悉啊。我是补习班老师啊。3点3班6点钟，熊开中给小分，放流行新闻片的奖品。啊，我来吼，是要恁囝考到大学的啦。老师，你的大补贴真正正有效的啊！补教名师不是靠好难的呢。这3奖分数要加一个。啥秘书啊？只要把握机会，钱吼就一车送过来。你做我的军师，啊，两个做伙哦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小芬，敢袂使做伙去看电影？真正像你讲的安尼，勇敢踏出第一步，世界都无共款啊！这秋人啊，你过一定就好看。你想要上班考秋人啊？你有啥物特殊的关系哦？我建中真单纯呢，莫甲骗好无啦？小芬，你去倒位？大哥啊，快去出代志啊！骗整个头内面足侪人的钱，啊，就透无去啊！啊，因讲哦，建中嘛是因的人诶。总统讲的，为就是这吧？拜日暗时8点，成功路上就伫个公视台语台。